国际人才服务中心今仔启用，望可以当方便外国人来到台湾哦，唔免为着要办驾照、税厝、办信用卡等等四界走踪。未来这个服务中心会当来提供所有的服务。Talent Taiwan 国际人才服务及延揽中心 ，Talent Taiwan Now we are open。锁定外国专业人才、交外省、甲外国中介技术的人力三大类对象。Talent Taiwan 国际人才服务甲延揽中心正式启用。到2030年，就未来10年，当时来讲的话，我们到底需要多少的国际人才来补足我们这个人才上的缺口？那我们就算给总统40万人。外国人来台湾，除了爱适应工作环境，生活嘛有真侪不便。为租厝的资讯、办信用卡、驾照、囡仔读册问题，甚至是成立公司做登记，若是爱找无共单位办理，就规个雾煞煞。延揽中心补充过去台湾金卡就业办公室的容量，规旁有专人专职的服务，创造全方位更加友善的环境。那么，透过这个中心呢，我们扩大服务的量能，服务的对象从原本的6000多位就业金卡人，增加了5.6万名外国人才和上万名眷属。跟我要求说要人才增加的，包括了张忠谋先生，他在很多的场合就说台湾最需要的是人才。2020年设立的台湾就业金卡办公室，每个月服务超过1500人次。2018年，全台湾头一个领到就业金卡 YouTube 创办人陈树俊，嘛亲身参加启用典礼。陈建仁表示，台湾在半导体制停等等方面有优势的地位，袂少国际大厂拢设置研发甲资料中心，总投资的金额超过2兆，所以人才会入来，而且留会调是更加重要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